好，各位同工大號啊！今日會教大家用一個程式叫 Gemini 嘅，咁呢個係一個 Google 嘅產品嚟嘅。咁其實同工可以用學校嘅 Gmail account 或者個人嘅 Gmail account 登入咗咧，其實都可以用到嘅。咁我而家先示範用我哋學校 GOSMSSMP 嗰一個 account 可以做到啲乜嘢嘅效果。咁主要咧會教大家寫一啲程式，咁其實咧係可以做到一個互動嘅效果嘅。首先打開 Google 搜尋呢個 Gemini 啦，然後咧就去到以下嘅戶口。咁同工咧要撳翻左下角或者左上角去做翻個登入。咁我預先已經登入咗嘅啦。咁其實寫程式咧，唔需要任何編程嘅底子，只需要識得你要求個程式有啲乜嘢嘅內容。咁樣第一步，首先咧，我哋要轉一個模型 Canvas。咁呢個咧其實係做到一啲嘅互動嘅效果，佢係可以做到一個即時嘅測試嘅。咁我通常咧會喺個 Word 度諗下，我會要求個程式有啲乜嘢。咁大家可以試下用以下嘅 prompt 去做一啲小遊戲嘅。咁首先咧主題啦，咁而且對象係幾年班嘅學生，而且你要求個程式咧係有啲乜嘢嘅功能，咁我簡單咧做到一啲過關同埋分層嘅。咁另外咧，我都好希望學生係睇住個程式可以做到一啲自學，所以我會加入一啲 prompt 咧，就係當佢輸入咗答案，如果錯嘅話咧，其實要俾一啲 tips，咁樣啱咗咧先做下一題，做到一啲自學嘅效果。咁我預先打定咗之後咧，我就去翻 Gemini 嘅平台。咁複製，咁然後咧，以下可以揀一啲進階啲嘅。咁其實簡單嘅程式咧，我通常同數學有關嘅話咧，我都會用一個thinking 嘅模型嘅。咁然後咁就可以提交噶啦。咁我預先咧已經做咗個例子嘅。咁因為做個程式咧都要一啲時間嘅。咁我俾大家睇一睇個效果。咁啊係啦。咁我呢個係一個倍數嘅遊戲啦。咁然後咧佢就會有一個示範做測試。咁啊可以即時睇到個效果嘅，咁你撳翻個開啟，咁去 load 一 load 先要，係啦，咁去 load 咗出嚟啦。咁你點樣去俾呢個程式學生，或者你可以做一啲測試嘅，咁你就撳翻個分享掣，共用，然後咧佢就會複製到一個連結出嚟。咁當有咗呢個連結之後，咁任何人咧都可以用裝置去進行一個瀏覽嘅啦。咁樣呢個只係一個基礎嘅程式。咁當然啦，你發覺有啲問題唔 OK 喎，咁你其實可以繼續叫 Gemini 去更新或者要求你嘅內容，例如題數啊，例如去嗰個數字嘅範圍值等等啦。我用呢個倍數做例子。咁最後咧，你得到條連結之後咧，就可以將佢發布喺 Google Classroom 或者任何嘅互動平台。咁呢個係一個基礎嘅程式嘅編寫，咁大家可以參考下或者試用下。下一條短片會教大家點樣。我如果想記錄學生一啲記錄喎，咁點樣做呢？其實可以用 Google Sheet 去做一個結合嘅。咁稍後嘅片段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好，今日嘅短片嚟到呢度先，拜拜。